万人讲退休的人的天数会变多唔似呢？华阳同学会到时会有请一啲来宾去友谊人才嘅同学完成梦想。今日系哪一乡亲爱请同学圆梦呢？如有爱一用，评论也能展开一场归期归神法的同学会啦。你一听我看过来，可是你一听他跟我想，乃黑和声老师罗拔，告诉你有看过演唱会，看张信哲、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周杰伦演唱会，有的太满祥旁边，人家喊他引导完演，大家演车来，罗偏周。有悲伤的牧童，敞开你的胸扉，三月的长漫。今日拜访的人啊，大家喊咪做罗拔。伊工作非常特别的，伊系一个佛音先生，音乐人同埋要见面的素材，录睇录音室吼。对音乐人来讲，录音室拍戏人的天意找录卡哦。有的人可能哦，睇录音室的时间还比睇录卡还多，叫他来拜访伊。嗨，罗爸，欢迎光临，谢谢。欢讲嘅录音室呢？普通的。刚才做嚟来参观一下嘛。欢迎啊，做得好。罗天柱先生係幾多大牌嘅華語歌手嘅和尚先生，移民也就咪到流行音樂地度，展現出像後生人用嘅八列屯自信。一個演導嘅和尚先生會帶來一場用嚟嘅同學會呢。新鮮嘅一隻素材嗬，可以來試試。哦係哦，保持到暗號。唔過頭一擺看唔啲何英老師工作很用的工作。是像普通話是中國文言是 K 多兩位嘛？係。製作人啊，寫詞寫曲詞曲唱出來也是從底部度。用片來想是鋼料的玻璃隔音窗。哦，咁你一開始會懂建築嘛？一開始做。我呀，當然我呀。一開始是這演員係菜鳥。初演員係懂啲翻譯。唱慢唱唔好，佢唔會滿意啦。唔會嗎？會拍戲。哦，這個會拍戲，覺得好像拖累別人啊。對。哦，所以何英老師並沒有買個什麼型的。能做的合音，你能買個 F4沒做的，羅大佑沒做的。因為適應藝人，懂厲害呢。經驗累積。哦，要做得一看一下，製作人路，睇嘅嘢係咪？哦，哇，我來看一下。哦，製作人都抽壓哦。平常是叫李勇是錄音師抽兩位，製作人抽幾位？我要抽製作人的位嘅，抽壓。都錄音師後來的。哦，哇，第一次做到這種位置呢。咁老師，你弄會接觸到樂嘅嘢嗎？接觸的是太歡喜的啦，有家製作人要請和聲，就是請到好高的合唱團。那隔壁是華岡合唱團的學長講，大家後生人唱歌較刺眼，唱流行歌謠，就是介紹來錄音室錄東西啊。哦，係哦，你錄喺音做，你做幾多年呢？講我面縫。弄位差不多40年。真的？40年。差不多。那太好考唔出。大二、大三可惜是可以唱。哦，錄一出題做合音老師。太部分做合音。哦。在合音之前做多幾回是看到音樂其他相關的東西是下東西啊，製作啊，編曲啊。你這個沒有下哦？下一點點嘛。係哦。咁有好，你這個有存下來啊？都手機碟嗰啲。係哦。也有嘛，都係彈哦，彈看那聲，彈一下老師的嗓。這是一首簡單的歌，說了不想
像那个跌倒，哎，只想起你的不同的消息。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啦。哦，哎，老师声音很年轻哎，我会很多种声音啊。真的哦。你那个时间可是好唱歌诶，小學5年生、6年生，第一擺參加合唱的唱歌是高中以後。搞到太學，繼續，太學是到文化大學嘅華岡合唱團。就還係同好唱安尼。唔知同好唱啊，係啊，唱到歌頭嘅。用你歌頭，唱到主修合唱。錯，大家是講演演到合唱系。而對讀大學嘅下，路屯音樂界嘅歌詞乜嘢，安尼一唱都係40年安久哦。而規班成員都睇嘅唱歌嘅，雖然喺華語流行音樂當中一直如意順時，喺佛山界沒有嘢 TV， 我哋還係感受得到一本本韓唱後生家下按好唱歌嘅。離開錄音室，我哋在嗰度了解而家擺嘅人物計劃係乜嘅。老爸，我哋花樣同學會啊，喺香港，我請大家就想喺老以前嘅同學請到盡了，叫他做一件事情。我做咩啦？咁係唔會想去請那一時期嘅同學嗎？其實我今日同學時嘅大部分是老，叫我唱歌已經忘了下。哦。太好噶，同班的同學笑，因為你主修合唱嘛，因為是主修合唱系啊，所以迄個我練老哦，進合唱團同學可能較簡單。所以前面能唱下，個唱歌誒。你做對啊，我只有當課。哦，唔會有也係有乜嘅想法嘛？我只有前幾條做對精練一條歌。你想嘅係乜嘅歌誒？我上到一條歌是謝雨月下花樹下。拍客家歌誒。客家歌。家下同學拍客家唔係行言哦。大部分唔係行言啊。花樹下兩條歌嘅內容唔會唱難。東河堂呢幾條歌誒？我是東河堂，而且所以老太家叫我唱，我就是當分體。唔會叫人太家學唔易來。盡量做。哦，工作安尼嘅，能如果自家改嘅和聲。我自己改係。哦，自家會改，改唔會。我會寫。哦，安尼哦。哦，好奇哦。哇，今日你都想去雅魯卡。哦，好啊。好，我去參觀一下。好。老太哥是從全國有名嘅歌手腔下做勢，唔知伊魯卡人會感覺到，從前自家魯卡沒有出名聲樣嘅，佢有面風貌呢。而魯卡人對時常睇表演舞台上出現嘅羅巴係用哪個看法呢？如果支持伊嘅人物計劃冇呢？到咧。好。魯卡有人哈？有，好大都大。哦。親，客人來了。嗨 ，Hello， 呀嘿。老大。哦，你好，我是易容。老師有一度嘅聲音咧。兩個。哦。兩個如何摸嘢哈？兩個摸嘢。哦，按火氣哦。按講嘅地方，剛才錯呀。親，幫我倒2杯水吧。好。謝謝。謝謝。老師摸嘢按講嘅應該懂下吼。我這個是有懂下去啊。係吼。羅金堂開始好發嗎？我聽得懂一點點。我們剛看到羅巴的時候，覺得他完全不像有60歲，我們很怕那個觀眾以為我們造假，這樣，因為我們這個節目有年齡，這樣子，就是有一個年齡的下限，就覺得羅巴很不像。我喜歡就敏感嘛。不觀眾看一下咩？老太哥看起來比實際韓國後生，係乜嘅原因呢？大部分改貼拍到。當然似我講，我看咧外在啊，唔像錄影㗎。對啊，現在是讓我差唔多平常嘅生活嘅想法有關係啦。
那这时的太家怎么下作文讲我的志愿是什么？他不仅是下讲爱做老师啊，还是要做科学家啊，爱上法无讲了。那这时爱上法是讲我要当一个好爸爸。那7到2机会对我的程度是，它是一个永久存在的一个概念。所以应该结婚有生意以后呢，我就尽量遵照我很早以前当初的想法，还是讲我要做一个好爸爸。所以平常呢，我不是妈给的，不是大，只有这两个宝贝呢，对我心中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寄托。从那老人配合讲，从那当火衰，而且他看到面孔还是笑一台，因为想到我2个女儿，我每天都是笑着睡觉的。是有点崇拜爸爸，因为爸爸平常在家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爸爸，可是当爸爸去演唱会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很酷的爸爸。我几乎没有去演唱会是想要看明星，就是我去演唱会就是想要看我爸爸。看伊能两子牙嘅互通，我有感覺到兩三嘅家庭關係帶來平安同安全感，實在係真好嘅長存不老嘅一條藥方，咪係對新發出來嘅治癒秘方。對伊能錄卡嘅相片當中，都看得出伊能錄卡人感情真經係改好。睇訪問伊嘅每一個時節。我還提到羅大哥還有另外一項同文房四寶有關的興趣哦。他每次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時候，他就是會把房門都關起來，然後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在裡面幹嘛，然後偶爾就是不小心闖進去的時候，就看滿地都是那個春聯，然後就是有一些油墨味跟一些就是他反正就是他的春聯就擺在地板上，然後就是非常有藝術氣息這樣。哇，按齊全呢，你真嘅有睇你嘅那年？我是懂會寫，我今年寫的是寫興趣的。哦，有貼喺招馬嘅屍體了下哈。那這個方面呢？真嘅？真嘅，沒到課堂上好，是專門請人家老師去學，所以這個就這個風格。古時候按你100年我練一舊時間，我寫一舊。我相信寫到會上公班呀。不知老之將至遠耳。從孔子愛做東西哦，我相信會天公天父愛怎麼唔啲。哦，係哦。古時候你寫過最舊係一舊。最舊也冇嘅，4點鐘啊。哇，見曬。數滿人。唔會啦。係哦。做煩些事情啊，是唔會去到忝啊。三不採購，優先這裡。是為民啊，會去想係咪事。哦。水不在前。哦。我下個鐘掉下唔知。哦，也山同志咩哦。真件像花咁樣嚟嗬。還有大家字體，大家部署嘛，就慢慢去編了這個字體，有下功夫的。可惜，我本大師驗證過，就是自我陶醉啊嘛。哦，看到有幾筆嘛，像我們嘅山啊，都當過個董貼配啦。我很少看到山這樣寫，這個我覺得很可愛，很像一個微笑啊呢。董貼配，你寫過青太早嘅時係太早。兩批三批睇啊。咁我想去挑戰韓國睇下。唔敢啊，佢當然啦。幾種會當然啊？我看過影片，看過影視，我知道不簡單。係哦。咁古時候有幾種泰嘅，我想去吃過啦。係有機會我知道做到，可是我知道不可能啊。係哦，冇可能寫，冇可能有機會寫。冇機會啊。哦。你冇研究啊？冇可能講我想法，可是所以都我知道。恁同我研究有機會，當多種條件做得。可能冇佢用嘅技術嚟啦，完全冇可能。羅大哥面對書法藝術研究，唔但請自家聽落，咪帶聽落本配人。逢年過節，伊會寫春聯，還個提社區名站放公告，請愛嘅朋友來拿50錢哦。伊練到寫出一等獎嘅事，伊嘅大學同學還有意睇專輯封面放提示哦。感覺嘅出來，伊鬼躍躍嘅想要寫題書，又唔敢去寫。講羅大哥睇佢寫校園譜，又有同學練唱嘅一段時間，
然后来偷偷的做一项事情，挨过期待哦。自从春节过後，魯模在個團合唱團嘅幾條同學共下唱歌古典和聲，面對也老太個路過不安。以上嘅提歸去母教以前，有幾條同學先來試腔下練唱，啲華書下也屬客家歌嘅，做得對流行曲風改做古典版本來唱模呢。每次老同學就對來非常多涂老師的店，可以給大家來嘛，喺來咧還是慢慢嚟練歌啊。不要假裝不理我，我都知道了。哎，我们先到了，有没有谱啊？有没有谱？谱啊？哎，不是今天是要干嘛？对，因为我们要开同学会，我们要回去学校的时候要唱几首歌啊，这个东西可能是稍微有点难度。虽然各位以前是各种高手，但是呢，经过岁月的摧残之后，学过40年了，每个眼睛都在看，完全正确。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来这边聚会是必须的。这个新歌是什么新歌呢？其实应该你们听过，这个叫做《法舒哈》。那天说要唱，我以为是榕树下。榕树跟花树差不多。开花都是花了。哎，我们既然要回去唱，就不能丢脸，所以要先练得好一点，练一下哦，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华冈回去的唱友，当年也唱得不错，对不对？当年还可以啦。当年还可以，那现在怎么办？啊，这个花树下其实是我用最简单的版本了啊。那这怎样？先唱一首，先唱一下主旋律这样，还怎样？我先念一次词好了，好不好？好，念词。花树下叫做法舒哈。你是 ，OK， 我讲不是你 shit， 就是狗屎啊 ，shit， 你 shit， 但是不用那个啊，你 shit， 啊，汤不是就是喝汤的汤，就是汤，中文字的喝汤的汤就完全一样。沟啊，水沟啊，你是糖沟吗？因为就算我们念的语调不一样，可是唱起来就一样。雞縫縫啪啪嘅法，哎，永熙这个100%標準的。对，你讲的是雞縫縫啪啪嘅法，完全一樣。哎，他如果不是客家子孫呢，就是有偷練。老太哥變做行語先生，意思一記嘅提嘅教大家，對詩嘅意思都發現準確如果用心。是講耶穌各位對唔係行語嘅人來講，以從無按改善呢，也把寫嘅各位沒有同學反對哦。我的學長說要唱那個《姑娘18一朵花》，因為那是他心裡最愛的歌啊。18歲了，那是比較好唱的，《花樹下》很難呢。有帶哦，有帶有亞洲藝家唱嚟法舒下咧，還是有比較最重要一點是講，藝家將原來做流行情況差唔多超過40年了。可是藝做流行情況就唔是為客家音樂做過太貢獻啦。我知道藝對客家音樂有一種虧欠，所以有機會做嚟唱客家歌嘅時候，藝全部會盡力想辦法，一定要選客家歌。法舒下是一種客家歌裡面，它現代、它流行，大家做的唱起來是朗朗上口，它簡單，就要有多重意義。我有點跟不上啊。好不好？可以唱。放某音樂系的跟不上。只有一個人講實話。拜。真的很沒默契嘞。泰
大家看到我同大家做的事情，其实无意轻松哦，也是为到爱本罗大哥伊的惊喜，希望伊会挑战成功。很流氓咯，啊，还忙下事都可以。俺能去拜访老爸，俺能提供原来伊按好下台诗，还下都是有心得的。不过呢，伊此就唔是拜诗歌，伊讲上路唔敢上。咁俺呢，俺路来安排伊啲台诗来提交流哦。俺哋今日来到探港太后，俺要约伊哦。伊怕唔知今日要来做乜嘅，俺来打比，可以多嘅嘛？喂，嗨，罗爸，喂嗨，玉荣，嘿，俺能睇文字艺术中心，你来到嘅嘛？差不多。哦，好，哎，嗨，安都好，我講難前嘛，普通啊，阿你好，唔敢有來過，冇嚟過啊，你冇嗬？來會今日安排啲貼片來邊，哦，咩兩件就會有，誒，唔係請捱啦，今日嚟呢邊，好啊，唔要來過冇？冇嚟過，冇嗬，係咩冇咧？感覺有幾多嗰種書法嘅展覽，可能下禮拜咩都得來參觀嗬。嗨，你好，請問張教授在嗎？在，那我帶你們去找他。好，謝謝。謝謝啊。我帶你建議的同體配的人，約會的對象。對，約會的對象哦。張教授，嗨，教授你好，你好，要跟您介紹大名鼎鼎的張炳煌老師。你知道吗？老師他姓羅，我們都叫他羅拔。羅先你好，高興看到你。老師非常有名，而且如雷貫耳。真的哦，你會不會想起一首音樂？噔噔噔噔噔噔噔。陽明春曉的美麗字。真的，老師非常感謝你今天答應我們的邀約。對，邀約是要讓你挑戰一個非常難的任務。上次啊，我們在跟羅拔聊天的時候，因為羅拔他很喜歡寫書法，他沒有拜過詩。是。對，我都亂寫。對，本來寫字就是這樣的嘛。那我們就想，而且還有一種很難的叫隸書，對不對？隸書拿着大筆在地上寫。對，就是揮毫寫大字。對，寫大字，而且客語真的叫做寫大字。今天要讓羅拔挑戰名副其實的寫大字。我以為你開玩笑的。沒有，你看。噔噔，我們的場景都已經布置好了，你現在已經逃不掉了，有沒有很緊張？我是很緊張啊。真的嗎？很緊張，我怕我做不到。那老師，您在寫之前要準備些什麼？哇塞，關公武大刀一樣。真的哎。那你有這麼長的筆桿的話，那你拿在手裡來寫哦，那可能就不會那麼累，而且可以看得很清楚。非常重。我可以拿一下嗎？你可以拿一下。對啊，我也想要拿你也可以試試看，蠻重的哈。很重。沒有到500斤。我看480斤都有。很重哎。你心目中你最想寫的是什麼樣的句子或者什麼字？句子其實想很多，那你要寫幾個字？我們先試試看，寫2個字。2個字，好，2個字。要麼發財，要麼平安，選一個。哦，規矩一點，我選平安好。平安就一定會發財，一定是要平安在前，不能馬上發財啊。老師有學問了。對，平安最重要，然後順利利的，那當然才有可能發財，財源就廣進。哦，說得好。要先把他的作品請老師來。為什麼你換衣服了？我要跟老師學習。而且沒有講好哦，就是也是穿黑色。原來羅大哥二十個人大家都會上付出來一批論，一共也算係伊嘅正樣片誒。好，
那罗巴会不会很紧张，要把作品给大师我很指点一下？很紧张，而且真的哦我不太敢拿出来。其实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但我们不管，你还是那就拿出来，老师。好，请老师指点一下。大力批评。你放心好了，写字是写你的字，你不是为着别人而写的嘛。什么叫做书法？书法就是创造文字的生命力，所以你的字上面有生命，那生命是你的生命嘛，你所赋予的生命，那你爱给他什么生命就什么生命，是 OK 的，你放心啊，一切都如意。而且大师有这样子的，这个是我故意的，故意把它往右上面，故意用斜斜的，然后对又不像瘦金体，可是呢，它就是我就故意弄一些怪怪的，让自己开心而已，真的是让自己开心。对，写字是要为自己而写嘛，所以要开心。如果你写字写起来，非常的这一个郁闷，那干嘛写字？不需要了，所以写的是裸体，表示一方面是裸，你姓罗的裸体，一方面是表现你的心，赤裸裸的把它表现出来。老师讲，其实就是这10几年，我的朋友都叫我裸体了，真的，对，的确好厉害，的确是有自己的心，你把你的心跟别人不同嘛，对，你也不需要去说是仿效什么古人的流体啊、欧体啊，因为你现在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了。你们觉得我跟老师一见如故？老师讲的其实就是我心里想的，真的。总告诉端正有样系书法大师，看实体陆地老太哥也按多年来对书写嘅意见同坚持，以写出同人无相同嘅实体，使人傾聽。老太哥愈加個有信心，得唔得到上嘅家家來睇天來放下大師。不過愛寫以前，唔是講咩愛先搶總告訴來同大家示範一下。大概這樣子，就是，而且看老師寫的那個姿勢，真的酷。寫起來好像很簡單了，其實你看我現在都在傳。對呀，其實你的功力要灌到這上面，而且我們的氣要整個要灌進去，所以你在寫的時候不要太快。OK，慢慢的那個墨就一定會流到那個紙上面，對不對？就是我們稱為叫飛白，就是很枯蒼的那樣的一個感覺的，那個太多不行，就是太多的話，那個字啊就沒有那一個穩定的力量。OK， 就來了哈，來了，好，來吧，行了，行，要用力，好像力還用得不夠，再用力，好，沒關係，很好，直，而且直，不要急，不要急，慢，先直，OK。好像還不錯哦。不錯，很好。沒想到頭一擺挑戰用按太極嘅水筆來寫題詩，羅太哥假使寫100分呢。經過總教授用心指點，羅太哥每見來見紮作嘅多，筆吞咩當中嘅優良。不過我是鬼想一啲，究竟係乜嘅原因，羅太哥會按好創作嘅吞寫書法呢？也兩嘅會有乜嘅相關冇呢？我把侬按中醫書法，能夠同嘅音樂嘅關聯咁多係嘛？其實都好是有點關聯。其實嘅寫太師寫書法嘅人，能夠做音樂嘅人，全部會經過動年嘅磨練，動辛苦嘅人啦。你看佢台上嘅風光嘅表面咯，私底下其他全部是經歷動年嘅訓練嘅。所以你看唱歌唱動學堂嘅人，就從動物嘅人跟寫太師寫無會動力嘅人。對人生係一種，就係一種啟發。看到來的東西，就豁然開朗。我看老爸寫安尼很流脈絡啊，我其實睇順後看啊，自己咪感覺講，我因頭戲呢吼，日本人感覺講，寫一個地書，如係可能會好睇啲啊，愛技術的東西。不過對老爸韓國總編房太師伊所講嘅，呀書法唔係按簡單嘅事情哦，都係伊能對呀地位體會到嘅。同人生啊，看待人事物的態度啊，有關的也得轉變。我感覺講嘿，我一擺清太嘅書喎，韓國羅巴伊屯狀態時，伊能睇對話過程當中，我感覺講假如也個書法嘅藝術嗰種深度嘅指引嘅感覺嗬，也係我感覺情感通嘅部分。
我年代是懂爱下太师下某必然赢啊。我该拜下太师下某必是经营很单纯，是我这个兴趣听，我冇想讲爱做乜个惊人之举，做乜个太业发展，我全部冇想讲。可是呢，制作单位拢来邀请的老师，帮我指导时的，我吓到。我知道其他听的老师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太师嘛，所以我知道做在听的老师学了太师下毛病，我知道是一下懂公用的事情，懂感谢制作单位。韩国的下太师在构想当中呢，张老师拢讲话来激动我心中，他讲我懂事是我笑话。可是如果没有老师在讲，如果没有老师的鼓励，光我自己想，我知道自信心还是会唔来。可是老师让我讲以后呢，我就信心满满。老师知道汉白拿下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顾忌，我做得挥洒自如，汉白。对啊，老师知道最大的收获。看起来也拜一讲起以成功哦，罗太哥嘅听我来下一部太师送本给的同学，是讲我成功冇呢？刚俺哋路等等来看哦。挑战系下太师过后，唔是讲听错我记得也拜同学会最美，还有夜梦计划。前几年嘅的同学上来练习来顺也唔顺呢。老板，你前几年咧有练唱歌嘅吼？有啊，有练咧。啊，练到用呢？练到口头我听。对，最重要是睇个环境。环境讲唱得唔係講特別好，你冇障礙。理想上嘅有嘅人路有到嘅哈。它一部分是有的，可是很些講還有懂唱歌嘅忙來事。哦，係啊，乜啥？音樂老師，杜黑杜老師。有沒記？就是最重要。我們嗌到了按多同學點樣做？如果沒有杜老師，運動唔會變按好嘅同學。有唔到啊？佢嘅時間冇按好配合。哦，那很黑，我們直接殺到老師家。做對。老師黑在台北嘛？黑在台北。係啊，剛才呢是叫你起名，跟他之後，當面有意，跟他以後能玩。咪是冇辦法講。哎呀，我就發現你去了，這是一個好主意。做得配合吧。好啊。杜黑先生係幾多年華岡合唱團嘅指導先生，羅太哥總係講睇太好影響而親自咩人，都係杜黑先生。係講冇杜黑先生，怕就冇一下安分音樂嘅意，故所以也被同學會聽錯愛自家去有先生，是講臨時慶年能去有先生，先生會有閒來參加同學會冇呢？坐在美女的旁边，谢谢老师，太幸福了。谢谢。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杜老师。老师，天舟他们要开个同学会，就是华冈合唱团的同学，对，要一起，还要一起唱个歌。好像是8月3号，礼拜6，我很想上阳明山。可是因为我邀请了一个匈牙利的大师来，他做训练，刚好那天下午有发表会，所以我就不能去了。哇，那还真的。但是其实他们很想见到杜老师啊。我也很想见到他们。对呀，多少人去？美女他们大概10几个人会上华冈。我们想要在同学会那天放给大家看，老师给他们的一些话，可以吗？我想看。华冈合唱团的同学哈，还是应该叫同学。那各位大嫂，杜黑先生當年冇辦法參加，不過羅太哥同杜先生對按到同學嘅關心記錄下來，同學會嘅日會帶本大家講起。今日假日嘅先前路冇來過嘅同學，有啲等等對美國觀眾來哦，大家按日前來參加，也從音樂同學會2次都會開始了。學姐，好久不見，好久不見。歡迎光臨。美國回來的，美國回來。嗨，
熱心嘅合唱團團長未來嘅，帶領大家來看也離開嘅40年嘅表演。美麗的主持人，大家好，你好，玉榮。那麻煩允志帶我們去吃飯。好，所以羅拔都沒有回來過，對不對？我真的都沒有。所以我離開學校的時候，他應該還沒出生。幾多個人都從杭州路頭擺用嘅，伊能體用名山山鄉，是個個自由自在、甘喜本門嘅人的。也蠻可能學到多方嘅見聞，佢經過變暗多，有的會聽表黑的，有的會唱有印象有觸摸。唔過也是隻大家看下，看見感動嘅情緒有安靜。以前那種感覺都回來了。今天8點就出了。對，下一次要風雨的時候回來，更有感覺。一群強勇一定好參加合唱團嘅安多泰哥哥泰姐姐，伊能心心念念嘅如係社團辦公室，佢間有伊能4年太好回憶的地方和彩幕呢，和前面到幾多人建立下來嘅戰鬥記錄幕呢。社辦就在裡面，然後就是一個小角落啦，算是一個小角落。所以這是很多個社團在一起嗎？這算公共空間哦，辦公桌就是。剛才你不要一直想那個日誌，早就沒了啦。歌舞室這邊呢？說不定找一找有，會不會？陽台。但可能幫我們找看有沒有，幫我們考慮一下。這個不可能啊！雖然了解到傳入40年過後，社團日誌會保留下來，實在冇乜可能。不過大家都係想要提前出來，而能講地圖記錄嘅幾多幾次嘅回憶。1、2、3。雖然簽到日誌，不過也到泰國太姐還係險嘟嘟嘅嚟到社妹宿舍門口，韓國有咩客嘅都衝起過位來咧。我以前呢個行到專業嘅台詞館，也只個呢係社妹宿舍，以前頭擺吼都係大家練唱係的，是係小呀，是來會唱恁個嘅送社妹到做來宿舍。啊，以前還有人感覺以前太吵嘅，對當我拍水下來吼。人哋都想以前重現安尼嘅情景，人家暑假啦，冇有人拍水嘅，唔過想講重現看啦，以前也個30-40年前，大家是來送社妹到做來啊，看下唱歌嘅幾個情景，拍係會非常奇妙哦，可能身底下會很用那些情景。是我們那時候的美少女，要假裝我們當年的時代。不是時空穿梭，還保持這句話。穿梭，哎，這樣比較有感覺耶，比較唱得出來啦。Good night, ladies. Good night, ladies. Good night, ladies. We're going to leave you now. Merrily roll along, roll along, roll along. Merrily roll along over the blue sea. 哦，原來也都係人講老派嘅浪漫哦，老派嘅浪漫，我冇想到還有安尼嘅浪漫嘅方式，其實更加會顯現哦，因為也係已經冇可能看到安尼嘅情形咧。所以練唱過程都很順利，就不順利，很辛苦。怎麼辛苦？有一次聽說是寒訓還是暑訓的時候會考試，他就說，這個作曲是誰？那答案應該是華格納，可是那個人不會打，旁邊就打 pass。哦，華格爾。那還有想到什麼嗎？在練唱過程比較好玩的事情？不知道這個算不算啊？就是有一次，因為那個放電影放得很好看，所以到那個練唱時間到了哈。這個算。那片子很長，所以那個很多人都在猶豫啊哈。對，有些人回去了哈，大部分還想把它看完。對，我有在。這次好慘，那個後來有我們那個藝興是吧？對，跑到那個華豐堂去大喊了，而且跑到舞台上。
然后他就舞台上，赶快回去练场，杜老师骂人了。哦，所以回去就挨骂了，挨骂大家都不敢说。其实华冈合唱团还有更厉害，对不对？声乐指导是常正教授，然后钢琴是谁？包克多教授更厉害了。然后指挥是谁？杜黑教授。有这3个人在我们那个时候比赛没有得过第2。罗爸是说他之前是主修合唱，所以大家都主修合唱，主修才是自己的戏。哦，真的，你们所以翘课都翘得很严重吗？没有啊，不用翘课啊。我们都是看谱，没有在看谱。没错，有谁最严重吗？就是没有上课的状况。没有，是音乐大师。现在名指挥家。没有，对，最严重的现在是音乐大师，他还得到今年的那个传艺金曲奖6项的那个提名。对，有照片吗？有照片，有照片。哦，那罗拔严重吗？不太严重，第2名。那就想他。华冈热血，沉重远志高通，扬名风光，借革命之心传。按照泰国太姐家家现太后时期嘅相片来看，没变出来几多年老亏嘅事情。这是小百合跟罗天舟在划船，有一张合照而已啦。还有一张来。今年唔知罗泰国后生时节按后面3年咯，大家叽叽喳喳过後，廣東泰國帶領大家從頭擺樣嘅做練從前嘅發上練習。所以需要练习。OK， 所以有分部的队是吗？都要练习，都要练习。好，我同一个不是，我是同一个音队，我知道要半音的，但是第一个先让他唱2次啊，对不对？哎呀，好，往上哦，不是往下哦。好，再一次，好吗？好，来，预备，妈，先唱1次，好，对，妈咪咪我妈咪咪，那个戏不能有个4度的第一个音。来，来一遍，来，我跟你说，小方乐唱。1 2，妈咪咪我母，阿爸哟。今家呢，因哋睇練法術下之前，我先發上練習，結果練段呢，吼，哩到哪個七秒哦，因哋都引體少吼，古種人個好奇底下，因哋我向下衝一跳，下個各位我很用的嘢情緒。這樣對，嘴龜，再從頭，把樹下多一個吧。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腳下。按到泰國太子也慢伴高音、大音、主音也上譜來練唱，一遍又一遍，唱完又唱。睇順係為愛，如唔係落去做人哋嘅行業先生。最尾大家先睇還保留嘅當年外表嘅太義館廣場腔，正式來唱法樹下。就跌落你面前，跌落
你跟不给罗你哟哈。天伦歌上，一群哥哥姐姐已从归到的40年前，在阳明山发光嘅上海喜欢上海乐意嘅学校，一群改革党改革去追梦嘅20歲後生嘅，亦能搶下花幾多時間來團練，參加合唱團比賽得獎，充滿自信又光榮。羅天珠本行係幾多年嘅嘢祖祖，但能亦能參加某一多比賽嘅土黑先生，也是隻美國愛出現，錄唱幾多年。就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跟不跌到你。大家唱得好棒哦！然后我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是因为杜黑老师他很想来，但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呢，我们录了一段他的影片。要给大家看，他要跟大家说的话，好，给大家看哦。华冈合唱团的同学哈，还是应该叫同学。那希望大家都很快乐，然后每家都很快乐，这样。谢谢老师。他如果讲客家话就更好了。但我不敢要求，听说老师很严格。然后呢？最后是罗拔有个礼物想要送大家哦，而且他前几天写的哦，哇，还真有才艺，如意，平安，平安。我周什么时候有这个功力的啊？你什么头发？什么时候去偷练的？这个头发是那个张炳煌张老师教的，这个是最后一次写的，我自己觉得最满意。聊到晚下来，太师下亮教师都平安。其實我有深度的想法是講，聊到我前面同學差不多有12位、14位，讓人共下錄像。該拜讀書時的，現在攏係算很親密的朋友，可是有的人已經不在啊，永遠是過身的啦。就照是講，我對人生的看法很簡單，從兩孩階段來看，所有的事情從不經歷係雲淡風輕。唔管伊倆做事情幾有名，賺幾多錢，有幾多麼個偉大的成就，對我來講，都是像浮雲一樣，冇乜個重要啊。倆最重要係平安。平安兩件事唔只係對我啥，我只係對所有我的同學朋友，平安健康勝過一切。我同到同學共學來，所以講，我現在只有是我自己歡喜啦，我跳吉他啦，吉他是當配合我共學來。可是冇想到溜個，就從到溜睇嘅時陣呢，有啲人我看起來還是啲其他當歡喜，不止歡喜，有啲人呢是超過我耳孔，我講做，大家都實在感謝你，還是要我懂感動。如果不是你，我們不會有這個機會。還是要記得要有得到很大的感觸跟收穫。非常開心今天可以參加這樣的一個同學會，花樣同學會。啊，我們那個非常感恩我們的周周，哦，就是那個有他這樣的因緣，讓我們這些離開學校40幾年的同學就有這個機會啊，哈，回到這個校園，那真的是充滿着回憶啊，哈，充滿着以前的歡笑。我8月1日才從國外回到台灣來，學校是從1985年出國到現在第一次回來。非常高興，而且他最後讓我們看到的那2個字是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世界上的事情怎麼變，我們的心都不會變。所以我們經過40年，這個情誼還是這麼深厚。同學會有很多種形式，
但是今天这个形式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几乎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看到现在的合唱团依然继续在成长，这是一种延续，这是看到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再看到我们下到女生宿舍帮他们唱歌，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再加上最后唱这个歌，感觉好像杜老师又在带领着我们唱完这首歌。其实感动是多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同学会。